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南非斯贝利语的第32堂课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用斯贝利讲时间。Ngwaga意思是年。Ngwaga Kgwedi意思是月。Kgwedi Beke意思是星期。Beke让我们再说一次。Ngwaga Kgwedi Beke。我们的课结束了，请记住要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下节课见，再见。